很久不見，甚是想念啊！話說呢3到4個月嘅進步都比較少，甚至可以話冇咁滯啦。所以咧就更加進入咗嗰一個半年一次嘅迷茫期啊，就好似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咁樣。所以就想記錄翻一段時間內自己做過啲乜嘢，去睇下自己有冇進步，或者係再點樣調整下，點樣練咁樣咯。所以就順便錄埋啲長片，一次過剪晒佢咁樣。咁琴日練完力量之後，覺得有少少痛啊，成個身都，加上想配合翻嗰個 schedule 咧，係練嘅所有嘢都係由星期一開始咁樣為期1個禮拜，容易啲去計數同埋管理啦。所以你依家睇緊嘅呢個時間，6月3號星期3咧就會係 rest day， 跟住聽日咧就會去練下啦，同埋好似會去跑步嘅。咁今日除咗按摩之外，都有拉下筋啦。咁我啲筋係真係好硬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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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硬啊！雖然暫時可能我水平低啊，我覺得對跳啊或者做運動都冇乜大影響嘅，但長久以嚟講咧，成個身嘅柔軟度高啲，應該都會比較好啦。同埋我都冇嘢做啊，所以就順便拉個筋咁樣啦。咁咧話說最近打翻排球啊，跟住拉筋按摩有啲悶悶地，所以都情不自禁地撚咗2下，搓一搓波咁話啦。哇！咁快時間就嚟到6月4號星期4啦，咁今日就係一個小小嘅爆發力訓練日啦。咁一開頭就輕輕地熱一熱身先咁話啦，呢邊扭幾下，嗰邊拉幾下，咁樣就熱完噶啦。咁禮拜4嘅訓練項目就會係爆發力啦，同埋一啲增強式嘅訓練啦。一開頭就做咗 hand parking 先嘅，5組，每組做3次，70到75% 度啦。依家用緊嘅係60 kg。咁做完3下唞一唞之後就做下一組。個人嚟講 parking 嘅秘訣咧就得3個啫，就係快啦、快啦同埋快。嗰個3倍伸展要快啦，落去接巴要快啦，最後出手踭嗰下都要超快，如果唔係就會失敗啊。雖然但是咧我就成日失敗嘅。咁轉一轉鏡頭咧，我哋就去到下一個訓練動作啊。咁呢個動作就會將條彈力帶用嚟借力啦，做一個少少嘅轉化啦，將啲力量變成屬於我嘅高度啊。雖然個次數唔係好多啦，但係每一下咧都一定要用盡全力去跳嘅。跟住呢個動作咧就係啞鈴嘅捉舉啊。咁對我嚟講係超難嘅，雖然佢同 parking 有少少似啦，但係我嗰個手臂嘅力量咧，可能仲弱過蚊枝啊，所以咧係好難、好難、好難、好難。加上呢個動作都係我第一次去嘗試啊，所以做得唔好嘅話咧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聽點樣去改善啊，我都會繼續去練下去嘅。咁一邊做完6下之後就唞一陣啦，大概1分鐘左右之後就會做埋另外嗰邊啦，都係6下嘅，所以個動作 total 就係兩邊6下啦，跟住 total 3組咁樣嘅。咁最後就會做埋 pogo jump 啦，做3組，每次15下，跟住唞45秒左右就完㗎啦。咁因為之後嗰3日都係咁落雨啦，想去摸高又唔得，打排球又唔得，所以就得2日嘅記錄啦。咁就下個禮拜見啦。